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24公布，包括财政部长、住房城市发展部长、还有劳工部长等等7个新内阁的人选。其中，2018年捌访问台湾的前国务院官员黄之涵会做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现年44岁出身纽约广东移民家庭的黄之涵，捌伫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北韩问题的特别副代表。为股市大家拢真注意关心的川金杯无后第一场话无赢，伫国务院出任东亚甲太平洋事务局副总经期间，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8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了后，黄之涵以副总经的身份访问台湾，出席美国商会社年饭。伊伫致辞是讲，美台关系毋是一种交易，而是侵入伫双边共同的长久的价值。美国对过去即阵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上界紧密的朋友甲伙伴。川普日公布一连串新政府人事名单，也包含提名避险基金发言人班森特接掌美国财政部。川普伫声明中讲，班森特一向强烈主张美国优先的议程，以协助迎接美国的黄金盛世。来稳固美国为世界领先经济体、革新甲创业中心的地位，维持美金为全球独臂黑白。班森特是川普内阁头一位承认家己是同性恋的成员，甲红赛前纽约市检察官弗里曼有饲养2名的子女。伊主张税务改革甲放宽监管，特别是鼓励更加多银行贷款甲能源的生产。另外，川普也提名前职业美式卡球员托纳担任住房甲城市发展部长，是这种位置新政府名单上头一位非洲裔成员。另外，伫今年国会大选落选的奥勒冈州联邦女众议员德莫瑞被延揽出任劳工部长。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